世界不期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欢迎收听《彩色人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播的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希元哦。人生是一连串的这个选择，然后每一个选择拢有可能带来咱料想未到的这改变。有当时咱徛伫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阵吼，啊无确定讲头前的路到底是要安怎行。有当时是环境的变迁，互咱必须要放落来所有的这一切来走向未来。但是伫这款的这个时刻，你是毋是愿意来选择信靠神，将家己生命这方向完全来交托予伊咧吼？所以今仔日的生命故事吼，当是一段关于这个信仰、顺服甲稳定的旅程。原本伫台北来经营着服装业的淑华姐妹哦，因为环境的这个变迁，伊的人生去推向一个新的转折啦吼。伫亲戚朋友的介绍之下，因来到花莲，因是安那来感受到新的同在，又搁是安那为服装业，搁来转行来卖牛肉面咧吼。过去迄位打扮遮尔时尚的服装店即个头家娘，即马是逐工切肠啊，即个欧巴桑的时阵，即款的戏剧化生命的过程当中，因是安那靠着信仰的力量，顺服着神的带领，来行上一条完全无共款的这个道路。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希元安尼讲吼，一定足期待，赶紧来听这段生命见证。好，咱做伙来欢迎花莲教会许淑华姐妹。淑华姐姐你好呢。哈利路亚，大家好，我是花莲教会许淑华姐妹。好，听到咱淑华姐姐吼的声音，其实无陌生啊吼。今仔日这个吼。特别无共款啊吼，是安那呢吼？因为伊的人生当中有真侪转折，这个转折吼，咱有一连串的生命的故事，这个生命故事吼，哇，跟咱主要所绝对有关系啦吼。所以呢，咱请姐姐先来跟咱讲吼，你当初是伫台北迄个服装业，伊的辉煌时期，恁是安那会选择这个产业？做服装是因为阮姐姐结婚，伊嫁互阮姊夫是。伫通化街夜市啊做生意，迄当阵因为人歹请，夜市啊拢爱甲足晚才下班嘛，嘿，所以迄当阵我是伫建设公司做会计，因为这店找无人，所以我就白天伫公司上班，下班了后呢，就爱赶去夜市啊帮这倒卖衫，做服装店的生意。是，阮姊夫就感觉讲，你会使来尝试讲来开店做生意看卖，就安尼慢慢啊伫个通化街夜市啊内面那训练到尾啊，阵啊讲好，无咱来去找一间店面来做看卖。嘿，纯粹拢是无去思考呢。拢无安尼想讲要来从事这个行业就对啊。这个行业其实对阮兜来讲是真陌生，因为阮爸爸是公务人员。恁爸爸公务人员？对。阮妈妈是家庭主妇。是。所以阮兜甲做生意完全是画不上等号啦。嘿，拢无可能去接触到。对。但是到尾啊，阮兜兄弟姊妹大家拢咧做服装。足奇妙呢吼。应该不是讲马上上手，是大家拢慢慢啊拖，慢慢啊经验。为当初是我白天上班，暗时去，应该即马讲年轻人讲是做打工啦。对。嘿，到尾啊，实在讲会当甲人家，其实无啥物袂当讲的。慢慢啊对布料的了解，对衫的裁剪，因为阮姊夫本身是西装的裁剪，哇，这高呢！所以伊重视的是材质加裁剪的部分。所以迄个时阵，恁台北的店面迄个经营的状况，你当时的生活是安那？
迄当阵哦，因为夜市啊嘛，迄当阵真正会使讲是台湾钱用卡目。哦，有影咧吼，做啥趁啥？人是烦恼讲，你即马要安怎做生意？嘿对。阮的烦恼是，我啥拢卖完啊，我明仔载要摕啥物来卖互人客？哇，不得了咧！而且迄当阵是摕现金，去工厂甲人买衫。摕现金哦，对，摕真正就是摕布袋啊，内面缀现金。所以听众朋友，你毋知有迄个时代，吼，迄个趁钱的情形啊，我相信有啦。较早迄个年代讲吼，台湾钱用卡包吼，有影都是做生意来啦吼。所以恁迄个生活会当讲是真好过，无甲钱当做钱看啊。所以你做生意，你会发感觉，你若逐工收到遮侪钱，然后你就拢。要买啥要创啥，你拢免烦恼，就袂去甲思考讲，我即马即个钱我爱安怎运用。哦，所以你嘛开销嘛介大就对啊啦，相对的吼，非常大，对吼，无考虑的，无考。所以听众朋友，你安尼听吼，即咧形容吼，会当想象因迄个时阵台邦繁华啊，伫夜车做生意，迄个现金流吼上重要，毋惊讲无钱的时阵啊，逐工咧收现金啊，对无吼？但是后来吼，恁有一个真大的变化，就是讲迄个时阵中华商场讲要拆迁，对到恁的事业嘛有真大的冲击哦。其实中华路迄个天桥讲要拆啊，已经讲足久啊，但是呢，因为毕竟是一个大工程啦，所以无可能讲随足紧就拆，就讲会拆。但是我感觉是感谢主呢，因为迄当阵咧台北啊，生意好嘛，钱赚了好嘛，开销啥、应酬啥拢真大。尤其是我先生，因为伊伫遐迄当阵呢，对信用这个方面无参像来花咧，伫纸醉金迷的迄个所在咧，伊足侪朋友拢会招伊啉酒，所以伊嘛对信用嘛无坚持。只着讲拄啊中华路要拆，有一天。阮就带阮爸爸来花莲佚佗。恁爸爸是倒一？是恁爸爸是？阮娘家的爸爸。哦，娘家。嘿，因为阮公公伊迄当阵伊有家己的代志咧做，露营区，所以伊就较无法度带阮四过去佚佗。是。嘿，阮爸爸算公务人员，迄当阵。嘿。然后阮就甲讲，无咱来行，来去佚佗行的。行了，伊就讲，我就问伊讲，你想要去倒位？伊讲，无咱来花莲。嘿，足奇怪，伊就讲，伊捌来花莲佚佗吗？伊嘛足久无来啊。突然间讲要去花莲佚佗啊。然后伊就讲，伊要找一个朋友嘛，找朋友了后，迄个阿叔就甲阮讲，你若要找点，阮就甲讲，我即马中华商场遐要拆，开玩笑讲啦。无你嘛甲我找一间店面，我来花莲做。是啊。结果即个阿叔嘛足热忱的，讲好啊，我来甲你斗找，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才对花莲有头一个接受。所以你迄个时阵是先来花莲看嘛？迄阵咱无决定讲要来到花莲大找店面安尼。完全无，我是来佚佗。来佚佗。甲迄个阿叔伫开讲的时阵，因为找话题甲伊讲话。对。感谢主，就互阮即个机会去离开迄个纸醉金迷的所在。全台湾遮尔侪县市吼，是安那恁拄好，就是想要讲，来花莲看卖，花莲算讲是后山搁后山去安尼。真的，真的，我感觉这就是神奇妙的所在。因为伫台北的时阵，当你经济好，你生意做了好的时阵，完全唔知影靠神是啥物。其实我足早就有信任啊，但是我一直拢袂去说咧，因为我感觉我无需要，我即马。过了遐好，过了好，我生意好，我现金身躯，伊当阵也无入卡，逐工拢真正算钱算甲手抽筋。哇，拢现金啦吼，对。所以唔知讲我为虾米袂无入捌神，嘛袂感觉讲我爱来靠神，所以我感觉是神发现讲阮已经强要迷失去啊。是。就真奇妙，借着阮爸爸的喙，互阮来花莲。咱来花莲了后呢，有一天转去，阮先生因表哥就甲阮讲，伊有一个朋友伫花莲有一间店面要租人。伊讲无恁去看卖，想讲半信半疑啦。无花莲遮尔落伍的所在，遮尔。因为迄当中，阮有考虑台东，有考虑基隆，伫很多县市，阮拢有咧考虑。当阮咧考虑的时阵，即通电话，阮就想讲，无来过来看卖，嘛罔佚佗啦。所以朋友因这表哥甲阮介绍的时阵，其实我嘛找唔着间。
是你家己找唔到景，还是伊报唔到景？阮找唔到景，其实伊报的店面真水哦，但是阮行唔到位，所以感谢主呢，我感觉主要说就是伊已经甲你安排一个真适合你的店，只是讲。你都拢无要顺风嘛，你都拢要照你家己的意，然后甲你讲你往左转，啊，你都要往右转，好，所以阮去看的店面，我拢感觉啊，真正不好这样无效哦。阮已经放弃啊，放弃啊，阮就想讲，甲阮这济，阮就想讲啊无，啊就一日游嘛。当阮伫咧等火车的时，表哥佫打电话互阮先生讲，啊，你看了安怎？嘿，关心者。嘿，啊，阮先生龙光就甲讲。啊，表哥，你已经袂使啦，迄安尼吼，遐尼偏僻吼，毋是阮要伫诶，嘿是。结果表哥讲无可能啊，迄个市中心呢，景点面呢，嘿啊，伊是蛋黄区呢，你哪会讲无介意？结果阵啊，佫甲伊确认地址，才知讲哦，阮看毋着景。诶，啊嘛奇妙呢吼，你都要放弃啊，啊表哥佫穷追不舍啊，所以我感觉这就是神的安排啦。有影有影。嘿，啊，迄个时阵，表哥佫甲咱讲地址了，阮就佫去一改，本来要坐火车，就佫改时间。哦，好好。嘿，啊，就讲共一个行程就对啊。对。啊，想讲啊，无佫去看卖好啊。佫对，我甲阮这啉咖啡，等阮先生甲阮姐夫两个去看。看了后，阮龙光就转来甲我讲，啊，你身躯有炸钱无？安怎讲？伊讲。我要甲人下定金吗？那伊遮紧，就是足紧的，拢无考虑，然后看介意就随定金下落啊！哇，无简单。嘿，就安尼开始，阮就做了来花莲的准备。是，啊，就问你迄天有炸现金无？所以讲吼，真正主要说拢有甲咱啊，真正互你炸现金。对，啊，伊当中无路卡嘛，啊，咱做生意，逐工拢有现金咧身躯顶啊，所以我身躯真正有炸现金。哇，安尼真正主要说甲你预备啊，真正是主必预备。真的吼，相信迄个时阵吼，主要说已经感动因吼，啊留伫咧花莲，啊来做生意。过来咧，拄来花莲的时阵，真正就无适应哦，非常无适应。我安怎讲咧？而且会感觉讲，啊，我哪会头壳去弄掉？太无聊的嘛哈！非常无人啊，因为我伫台北中华商场遐是逐工人行路的人足多，当然，一开门人客都入来。是，结果来花莲毋是啊，而且伫阮伫要开幕的迄天个风台啊，风台哦。但是感谢主呢，主要说就互江慈美执事甲尹先生、李晨光执事啊，因两个都啊好啊穿雨满，摕一盆铁树来祝福阮，来甲恁关心，来甲阮关心。所以会当讲，因两个是恁迄天开幕，敢若两个人客就对啊。毋是人客哦，洪台第一项要来啦。所以迄个时阵拄开幕，啊个拄着安尼时阵，实在真正头壳摸咧烧。你迄阵应该做回心的嘛，因为你为台北来到花莲，啊，结果你看到花莲这款情形，哦，迄心应该冷一半去吧。咱可能是较单纯的心啦。是，你讲担心嘛，无可能无，但是无后悔呢。是吼，真都无后悔。而且来花莲了后，阮先生改变足大的。伊甲我讲，来花莲了，伊头一件代志甲我讲，伊要去找教会。哇，感谢主呢吼！伊第一件代志讲要找教会，毋是讲第一件代志看要安怎行销，要安怎熟悉这个人脉啊。毋是呢，毋是。就甲伊伫台北是完全无共的。然后伊去找教会了，伊回来就甲我讲，看到伊的宗教教育的老师是安那会看到，遮远着呢？拄好是魏菲利传道哦，啊，伊拄好迄当中咧注目花莲。哇，遮拄好，感谢主。对哦，安尼主要说要带伊回来，真的，所以咱安尼回头一看吼。沿途拢是主要所的大领，伊知影讲恁来花莲，你一个朋友都无，一个亲戚嘛无，而且这个叫我后山的所在，伊甲阮带来遮是一个上单纯的所在，啊，但是伊知影你无朋友，啊，但是伊嘛惊你讲你找无朋友去，搁去交着
无适合的人，所以伊安排魏飞利传道，格外的亲切啊。所以伊就更较想要来教会。伊就甲我讲，后摆啊，每一个礼拜六，伊拢爱来教会。哇，伊较早伫台北会安尼吗？从来无。所以你伫花莲这段时间，应该你家己感受更较深吧？对这个信仰，无毋对。因为我是到尾啊，才来花莲教会洗礼嘛。是。那但是一直到洗礼的时阵，毋知啥物叫做爱做圣工。就感觉讲，我就逐工按照你来祈祷就好啊。嘿，那嘛无迄个心讲爱来了解教会，嘛无迄个心来想讲啊，我应该爱来教会做啥物代志。但是到有一天啊，因为我家惊风台，拢会阮咧店的饮水，安尼哦，嘿。所以咧，逐摆若风台警报来的时阵啊，我拢甲阮店的小姐讲，紧诶，衫会当搬偌悬，你著紧搬偌悬，甘愿搬好悬嘛，袂互淹着。但是有一天啊，迄个个毋是风台哦，是一个大雷雨，但是雨足大，伊大概只有2点钟久，花莲市就淹到差不多小腿肚啊。所以迄当阵淹水我嘛毋知啊，是阮邻居打电甲我讲，咱花莲咱中山路遮淹大水哦，这有淹的呢。嘿，伊讲你要来看觅，你有物件淹着无？我一听到我就头皮发麻，因为我衫拢无搬，因为无风台啊，所以一般是听到台风警报我才会搬，是讲若雷阵雨就过就好啊。但是迄天真正淹到就要甲死界啊！哇，足恐怖的。是，甲迄个邮局遐，咱就无法度车就袂当入来啊。所以阮就行路入来，行路入来。就无简单，甲铁门拍开了后，真正要哭无目屎。哇，衫拢无伊，衫拢伫顶头，拢伫水面顶头，咧游泳啊，咧受水安尼。但是感谢主，这是我头一摆感受到，讲咱教会兄弟姊妹真正甲你当作是家人。兄弟姊妹知影我的情形了后啊，伊就主动甲我讲，你的衫若会当洗。你摕互我，是每一人足侪人会伫教会附近足侪姊妹会因兜的洗衫机，迄个时阵拢是我伫用的。我就一工爱分配几领偌济衫互兄弟姊妹早转去洗。迄当阵因为花莲教会迄当阵头前有一个篮球场，对，旧教会啊，旧教会的时阵，所以兄弟姊妹就甲洗好的衫摕去遐披。哎哟，披好了后，才煮甲好势，才搁摕转来互我。所以迄当阵真正感受到讲，我甲你也无啥物关系，而且我迄当阵的教会嘛，甲人无计较。嘿啦，拄仔来啦，嘿就认为讲我就爱做生意，拢有照靠，袂想讲要参与教会任何事工。是，我感觉我是一个隐形人啊。为什么教会的人拢会看到你？需要帮忙，而且大家拢无推辞哦，大家拢甲你讲，阮兜会当洗哦，我足感动的咧，听到这句话，真的拢主动甲你讲，还有无？你要爱搁洗无？你免客气，若爱洗拢摕来。哇，感谢主，对，感谢主，迄当阵才真心感受到讲，主要所的爱，兄弟姊妹的爱。你为内底去感谢这个神，感谢兄弟姊妹有这款的这爱心。应该这嘛是其中之一。抑阁有哟，所以抑阁有啥物代志咧？其实我讲一个见证。好，差不多应该是咧花莲教会要办80场，超10年前的代志。有一天啊，我就甲阮兜的微波炉派去啊。派去了后，我就甲阮先生讲，无咱这派去，咱就摕出去外口，互人资源回收。对。伊就放在因为阮外口有一个变电箱，伊就放在变电箱顶头。然后阮就下班啊嘛，下班了隔顿工早起来，我就看到阮兜的涂骹，有玻璃碎片。哎哟，你安尼啊？嘿，我们无想收这，我就开门啊嘛，开门要做生意。然后一直到下晡我就听到一个先生咧，甲阮隔壁厝边因太太咧甲伊开讲，咧甲问讲，伊敢知迄个玻璃盘是啥物人放的？我就伫遐听因咧讲，我是讲这是咧讲啥物？因为因的表情很凝重，是阮兜的
微波炉内面的迄个转盘，哈，互一个为台北来佚佗的小姐，伊要来台北佚佗3天2夜，伊头一步踏到花莲的土地，就是迄个玻璃转盘，然后伊的大拇指迄个韧带都割伤啊！哇，这严重哦！嘿，所以伊直到下晡，伊搁伫个神花开刀咧手术安尼，嘿，咧处理。啊，因先生就生气诶，要来找人就对啊，对，无人知迄个玻璃盘是啥物人的。当然啊，我嘛无想伤济呢，我敢若听到这呢，我就甲迄个先生讲，迄个玻璃盘是我的。哇，你马上承认哦！嘿，哇，感谢主，感谢主呢！我感觉主要说诚实是对的。伊伫咱的心内，伊就甲咱讲，咱既然圣经内面拢伫甲你教讲，你爱诚实，爱诚实。但我当嘛无想遐济啦，我只是感觉讲，我爱去信任。我甲讲的时阵，每一个人拢用很惊讶的眼神甲我看讲，哪有一个人要跳出来承认讲，这是恁兜的物件害人受伤咧？所以迄个先生看到我的时阵，态度就歹。口气嘛就歹，当然啦。伊就甲我讲，因太太因为迄个铁盘、迄个玻璃盘伊打破去了后，即马人搁伫个术花搁咧手术，脚的大拇指的韧带断去，我就甲讲，我毋是放喺涂骹互你打，我是放喺变电箱顶头，对，好啊，但是伊为什么会变喺涂骹，这我毋知影。有影啦，这要厘清啦。对，我啊不要紧，既然代志已经发生啊嘛，哈，咱就人行处理。对，哈，看恁太太即马手术甲安怎，咱后壁咱再过来处理。然后尾仔迄个先生就转去病院照顾因太太，我就紧打电话互，因为迄当阵花莲教会拄好要筹备80周年，嘿，龙光嘛咧教会。无用吼，无用，我就紧打电话，我讲你甲谈到讲咱兜即马发生即件代志，是请兄弟姊妹甲咱带倒，嘿，所以伊就伫遐祈祷了，转来了，伊就甲我讲，你哪会想到要去承认这？哦，对啊，这真重要呢，吼。嘿，我讲就是咱的物件，伊确实是咱的物件，但是毋是我放喺涂骹，互你打破呀。好，我会当承认讲，伊是阮兜的物件。然后我感觉主要说拢伫咧边啊。你咧边啊，就甲你看你安怎做。嘿，所以是毋是有照到伊的话来做？对。咱就信我甲龙光讲一句，我讲，咱今仔日教囡仔咧教会听到的，拢是爱诚实。你宗教教育嘛，甲囡仔讲爱诚实。结果咱拄着代志，咱袂当讲。要闪避，当闪避无爱承认啦。对。虽然我无讲无人知，不过我感觉我良心过袂去。对啦，我会一直去想讲，伊即马脚毋知安怎。有影，嘿，因为咱的承认，结果阮厝边另外一边的厝边，伊就祝福伊讲，大姐，我跟你讲，阮家有监视录影器。哎呦，这都重要的。嘿，伊就甲我调袋子出来。结果伊就有看到是迄个资源回收的太太。伊甲外口要伫的迄个铁箱摕掉，迄个玻璃转盘伊甲放喺涂骹。我讲安尼不要紧，你帮我甲讲，安尼你帮我保留这个证据。是，其实这个中间呢，我就开始祈祷，祈祷了后，因为我知伊咧抒发嘛，甲一个朋友咧开讲的时阵，伊是护理长退休了，伊就甲我讲，伊有朋友伫咧抒发，伊帮我探听看这个人。伊嘛足惊，即个人会对我有啥物无好的行动、不良的所在。对。好，即个朋友嘛介好心，就直直帮我敲电话。当伊的同事知影讲发生的情形了后，伊嘛先替我释出善意，伊就帮我甲即个先生甲因两个囡仔安排去因书花有一个接待室。是。好，所以后壁的迄几工，伊拢去住咧接待室。先生若要来陪太太嘛会使，要去接待室休困嘛会使。真好安排呢吼。然后伊直甲我嘛替我去探讲，这个先生伊工作是啥物系？会不会是有黑道背景？先了解一下。所以所有的情形，身家调查完了，先关心一下好，伊就来甲我讲，伊是做啥物行业？伊的人是单纯，
对，尾啊，我甲伊，我有去陪伊甲看因太太时，我甲龙光去陪伊看因太太的时阵，伊非常无理解。哦，伊要求赔偿。哦，伊就甲我讲，因太太安尼，伊啊医药费，甲我讲爱20几万。只是我甲讲，你这个钱我无可能付这个钱，因为我嘛甲讲事实，我讲我有看到录影带，这是一个资源回收的阿嬷，伊放的。迄个铁箱伊摕走，玻璃转盘伊放喺涂骹，你若感觉讲你要甲我顾，你若要甲我顾的时阵，我一定爱甲这个阿嬷甲铁盘铁箱摕走，玻璃盘是伊放的这个，我一定爱牵涉到阿嬷。我讲伊就已经是资源回收啊，你若讲佫因为这件代志要甲顾，我感觉伊嘛足可怜的啦。对啦，你考虑看觅，你敢一定爱安尼做？但是咧这几工，伊住院的迄几工啊。我逐工拢去甲看，逐工去甲看，然后要去看之前，我就先祈祷。祈祷了后，我就去甲看，释出善意。然后等甲伊，因为拄好佫拄到一个888台风，伊拄好要转，伊就爱赶转。我知影伊要赶转去的时阵啊，我就包一个红包，我会记金额应该是8800啦，8800嘿。我佫买一寡名产，我是讲足可怜的来佚佗。拢无佚佗着，个拢咧病，所以我就买一寡名产啦，包一个红包要互伊。结果迄个先生，伊看到阮的善意，主要说感动伊的心，到尾啊，伊甲我讲，伊无爱收，伊讲伊嘛了解讲，这毋是阮去坑的，嘛毋是跳工坑的，伊嘛真正要追究这个责任，是爱去牵着迄个资源回收的阿嬷，对啦，所以讲，因太太嘛。手术过程拢真顺利，嘛感受着讲，阮逐工拢去甲看，咱就大家做一个朋友，佫做朋友哇！所以讲感谢主呢，主要说伊叫咱爱诚实，咱爱照着咱基督徒该做的本分，咱爱去共关心，爱去共关怀，然后无去想着讲我后壁我贪图你讲。我是毋是安尼做？你就会莫甲我顾啦，还是安怎？迄个时我拢无想到遮。是，我干那想到讲，咱就一定爱去人看，无因伫遮伊要安怎食饭？对，你若需要啥，我会当做，我尽量替你做。所以甲伊要离开花莲的时阵，伊是带着笑容。无简单的真正无简单。我感觉主要说，伫咧中爱运作伊都甲你。迄个灵的感动，对，灵的感动，你佫逐工祈祷安尼啦。咱就我感觉主要说是借着这件代志，甲我讲，你就爱祈祷。万事你拢爱祈祷。是，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有苦难来的时阵你要摕啥物去面对？咱来学咱淑华姐姐佫咱龙光大哥拄到困难。不要紧，摕主耶稣去面对用祈祷去面对啦因为主耶稣就是你上稳当的迄个避风港啦所以这件代志到落尾都是就这样。成为朋友，然后就化解掉。对，哇，这真大的见证，真正感谢主。主要这若不是主要所感动伊。所以阮邻居嘛看到伊讲，伊较受气。伊讲，伊边仔若有刀，伊可能举刀甲你抬呢。结果既然变做朋友啦，伊讲，你大家拢也甲我讲，你哪会跳出来讲是你？我讲咱毋是甲囡仔讲。咱会诚实吗？是，所以我感觉这无必要去片面伊，但是我感觉主要说，伊伫中啊，伊会做咱的主，对，靠主耶稣去面对啦，对，好当然咱这个龙光大哥，其实因伫咧花莲这段时间为台北来到花莲开店经营，其实因这当中毋若拄着真济困难当然嘛拄着真济不如意的这个所在。我捌听你讲你讲你有拄着一个空壳的这个公司啥呐？听讲主要说甲你管教，互你面正起来。这段见证咱应该跟咱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嘛是一个真正主要说拢咧甲咱讲，你就是凡事爱祈祷，爱靠神。这就是迄当中我拄来花莲的时阵，迄生理好讲
除夕夜我的铁门无法度放落来。哦，是安那嘞哈？我新鲜哟，不是，我铁门要放落来吼，人家就甲我发讲小等一下。哦，是安那，小等一伊下。个买衫，哇！所以我迄当阵，阮婆婆惊讲，阮伫花莲，因迄当花莲足落伍的，暗时除夕夜嘛无得食饭啊。是，伊足惊阮腹肚枵，惊阮枵着，所以伊就决定讲除夕夜过年拢爱伫花莲。啊，所以龙光的4个兄弟拢爱为台北啊，为台南啊，赶转来赶过来花莲。是，然后除夕夜迄暗，阮拢爱加足晚，才有法度食饭。哦，啊，就是因为心力太好，啊，趁钱足简单的，是，所以就想讲，啊，无过来开一间店。迄个时阵拢无外口，好，拢无晓知影外口神嘛，毋知影讲爱甲主要所讲，因为我的生意拢是甲阮姐姐合作做的，啊，我着阮姐姐就讲，伊找到一间童装，吼，伫台北足大间的，嘿，好，这小小天地，好啊，伊讲咱来做加盟好无？我讲好啊，啊无咱来看卖，无记倒，然后就出门啊，就出门要去坐火车的时阵啊，花莲甲台北坐火车3点外真久，我去哩的时阵无代志，但是愈要到台北的时阵，我的面线愈来愈整一边，然后迄当阵嘛无想多，是干那讲。我家己嘛无发现，只是感觉我的面那敢若酱，啊是龙光看到讲，啊你的面那变形啊，我讲安怎样？伊讲，啊你的面那敢若一边较整，但是愈到台北的时阵，规个全拢规个整甲拢敢若米糊咧，嘿对，但是迄个时阵吼，无属灵的智慧，真正完全毋知主要说咧甲你管教，我嘛是讲，啊无要紧。先来去公司吼，甲人签约，签约好了后再来看医生。哎哟，你也无警觉性，拢无警觉咧啊！对，完全拢毋知讲吼，就主要说咧甲你讲，迄是毋好的，你袂使去。是，去了后就签约嘛。签约其实主要说一直咧甲你讲，这间公司拢无人，你无感觉嘛？你遮无属灵的智慧，你哪遮戆？哦，是。但是迄当中完全无靠住。吼嘛，感觉家己拢足自以为是。我生意做到遮尔久啊，我说做到遮尔好，我逐项拢会使。所以很快的就签约了。签约之后，8月8号开幕。啊，8月8号要开幕前差不多3天，公司就寄货过来。是。结果伊寄来的货，拢是足奇怪的。甲你的销单嘛对袂起来。然后你甲公司联络，公司拢无真一个明确甲你回应。好，啊，迄当阵嘛无想遐济，是，就想讲啊，无就先开幕再讲。结果开幕无偌久，迄间公司就倒啊。啊，遮紧哦，差不多哇1年外就倒啊。但是因为阮要开迄间公司的时阵，阮还去阮妈妈的厝去互设定。啊，你严重呢？嘿，然后搁开300万的机票好了，所以你迄当阵知影公司倒，啊，搁物件拢无，衫嘛无，啊，但是阮妈妈的厝搁互人设定啊，真正人就是爱拄着吼，真的，才知影常好爱来找神，是甲迄个时阵龙光甲我讲，不要紧，咱来祈祷，啊，阮就甲这件代志放伫祈祷中间，啊嘛甲囡仔讲。因为迄个囡仔佫足细汉的啦，但是就甲因讲，咱斗阵为咱斗祈祷，是好，啊，甲龙光两个真正是夫妻同心啦，就一直放在祈祷中间，甲几个月了后，因为嘛迄当中嘛有拍官司啊，啊，祈祷了后，这件代志的处理，到尾也是伊愿意甲阮妈妈的。设定取消掉，安尼哦，感谢主，感谢主，因为阮上重要是爱厝设定爱取消，真的，啊，取消了后，阮就要求伊讲，伊爱送偌济的货品互阮，来抵消啦，啊，感谢主，伊嘛真正有照阮要求的来做，这个过程中就是我深深感受到，人佫较安那熬，真正就是要挖苦神，你袂当讲。逐项拢你，其实毋是你，是主要说。你若无我靠主要说是啥物拢无。所以为咱小华姐姐头拄仔见证，咱就知影讲，其实咱人真有计划，
讲计划讲要趁偌济钱，要买偌大的厝，啊，要去倒旅行，要去倒投资，甚至要去倒养老吼，拢规划好势好势。但是咱拢知影，计划赶不上变化啦，吼，对。所以吼，咱人哦，人讲人算不如天算，啊，其实圣经就是甲咱讲，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路，吼。没错。所以咱这个甲龙光大哥体会真济。其实迄个时阵做生意总是有起起落落，好，为阮拄来迄3年，生意是好甲厨师也无在了食年夜饭。听讲恁拢就100万的呢吼，咧收呢吼，讲摕布袋啊咧袋钱啦，听种朋友。迄当阵吼，生意是好甲阮先生因兜5个囡仔嘛，剩咧4个兄弟姊妹，兄弟啊，搁阮大嫂。好，阮小婶拢规定拢来花莲，伊毋是为了要食年夜饭呢，是爱来倒白沙。啊，大哥呢负责坐柜台。我会记迄当阵拢直直甲我讲，柜台那个收银机钱满了呢。我讲满了你就10万一捆。迄当阵真正迄个生意是好甲呢，但是。无几年了，生意就慢慢会走下坡。对。我感觉咧走下坡的时阵啊，主要说咧你的身躯边，你会感受到讲，其实你袂惊。万项代志为迄个小小天地这件代志了后，我就甲阮先生感受到讲，咱万项代志就是爱祈祷。对，今仔日不管是大件代志，还是讲咱感觉微不足道，但是。你只有甲主耶稣分享，主耶稣绝对会祝福你。亲爱听众朋友，节目最后，阮邀请到你，甲阮做伙，用着虔诚的心来向天顶的真神感谢祈祷，奉主耶稣性命祈祷，主爱的天父，独一的真神，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一直以来的看顾甲到引带，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你将来拢未来离开阮。主啊，阮的生命常常经历起起伏伏，有时欢喜，有时忧伤，有时阵佫感觉充满力量，有时阵却感觉软弱无助。但是阮知影，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求主你坚固阮的信心，互阮伫顺境的时阵无骄傲自满，伫逆境的时阵无失去了盼望，互阮的心定定仰望你，知影一切环境拢伫你的掌管当中。求你互阮圣灵充满，赐阮智慧，互阮明白你的旨意，赐阮力量。互阮会当勇敢面对挑战，互阮伫试炼当中学习顺服，伫困难当中经历你的信息甲到主爱。主啊，若是阮跋倒，求你会当扶持着阮；若是阮迷失，求你引带阮行回正道。阮若心灵忧伤，求你赐落来平安甲到安慰，因为你是阮的牧者。你应许，既然我靠你的人，的确袂来动摇。求你帮助阮，无论处伫人生的高峰，也是忧伤，拢会当安安来得着你。学会晓感恩，学会晓交托，学会晓听候你的时间，因为你的意念远过阮的意念，你的道路远过阮的道路。你的确引带阮。行向更较美好的未来，求主耶稣垂听阮的祈祷，愿一切荣耀颂赞，拢归到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门。咱
感谢这个甲咱分享，因为台北来到花莲整个的这个过程，内底充满着新的这稳定甲着带领。听众朋友，咱知影讲人生其实充满变化啦，吼，新的带领嘛，定定超过咱所想象的。为这个台北来到花莲，这个花莲拄开始可能无顺利，但是一天一天新带领因这个生理嘛愈来愈好，但是生理愈来愈好，有可能是更较烦恼，也是讲信用更较成长的吼。这个过程当中，因有经历了真侪挑战，因是安那行过来。所以呢，咱后一集搁要来甲咱淑华姐姐来分享讲，因是安那为时尚的服饰业来到牛肉面餐饮业，人生又搁是安那来迎向另外一个无同款的转变。因此，听众朋友后一集的这个节目当中，咱要继续来聆听到淑华姐姐的这个分享，看因伫信用当中安那找到这个方向，勇敢来行向新的旅程。请咱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咱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咱做伙来见证着神伫因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时间过了真紧，咱的节目嘛将近尾声了。如果你若介意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想要查考更较侪道理，欢迎好朋友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安教日的聚会。订阅阮的节目，留言给阮，甲阮分享你听完节目的感想。嘛，希望好朋友会当分享给你身躯边的人。感谢你的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我是希望咱后一回再会，平安。